點啊，水弟又想出嚟玩啊！爸爸喺度 planning 緊啊！唉，或者5月份都出一次啦爸爸坐完飛機翻嚟就出一次啦，好唔好？嚟，車長，出唔出啊？車長，5月份係一支近近地嘅啦，我6月份就出啦。哇！真係攞命點解？老豆唔使做啦，真係有冇錢啊？有冇錢啊？5月份出一次，6月份出一次，7月份出一次，8月份出一次，真係唔使做啦，真係咁今年還晒盤啦，真係呢部 RV 就啱嗰度就係漏水嗰度咧就補咗啦，原先嗰度濕嘅，我嗰日補咗外邊。個車頂嗰度咧應該係嗰啲黐膠咧就老化乾咗甩咗落嚟。咁今年應該夠本喎，如果係咁New Year 出過一次跟住而家出Spring Break 出一次，咁翻嚟我就坐飛機，咁跟住到5月出一次，6月出一次，7月出一次，8月出一次，咁9月唔出啦喎，咁10月、11月出一次嘅應該，咁聖誕肯定就出一次嘅，咁今年夠本啦呢部車雖然話漏水，點啊車長有冇錢啊？哎呀，啱啱翻嚟都未咩其實都開始舊嘅啦呢部車呢個嘢又壞啦，咁下邊個樓梯嗰度咧俾我撞咗啦都好多嘢。